係狄更斯，相信大家平時行山呢，或多或少都會事先了解過所行嘅路線資料嘅，又或者利用過行山徑嘅設施，例如地圖牌或者標舉處，甚至咧就到訪過一啲山野建築同埋遺跡等等嘅。但係大家對於上述嘅了解有幾多呢？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其實咧都只係一知半解嘅。所以咧早前咧都上網了解一下有關資料，都發現咗唔少有趣嘅資料，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根據漁護署郊野樂行嘅網頁資料顯示，唔包括家樂徑、自然教育徑、樹木研習徑等類型。除咗4條經典嘅長途遠足徑之外呢，香港目前呢就另外都有36條官方郊遊徑嘅。麥理浩徑、衛奕信徑、鳳凰徑同埋港島徑呢，就被本地行山界人士呢就統稱為4大徑嘅。4條長途遠足徑呢，就貫通咗多個重要嘅山頭，亦都連貫咗其他嘅郊遊徑同埋熱門郊遊地點嘅。麥理浩徑名字呢，就嚟自前港督麥理浩爵士，簡稱麥徑，喺1979年就開始啟用，全長係100公里嘅，共分為10段，由西貢北潭涌去到屯門新墟，大致上呢，就係由東向西走嘅，橫貫咗新界東、九龍、新界中同埋新界西嘅山頭嘅。衛奕信徑名字咧就嚟自前港督衛奕信爵士嘅，簡稱衛徑，喺1996年開始啟用，全長咧就78公里嘅，共分為10段，首2段咧就由赤柱至鰂魚涌康怡嘅，而後8段咧就係藍田至沙頭角南涌嘅，大致上咧由南向北走向，貫通咗香港島、九龍、新界中同埋新界東北嘅山頭嘅。佢咧亦都係香港唯一一個唔連貫嘅長途遠足徑。港島徑喺1985年啟用，全長就50公里嘅，分為8段，由太平山頂去到石澳大浪灣，大致上由西向東走向嘅，橫貫整個香港島嘅山頭。鳳凰徑名字咧就嚟自大嶼山最高點鳳凰山，簡稱鳳徑，喺1984年啟用，全長70公里，分為12段，起點同終點咧都喺梅窩，環走整個大嶼山嘅南部。4條長途遠足徑分別喺1979年至到1996年通行嘅，而最年輕嘅衛奕信徑呢，都已經有30年歷史啦。以總長度嚟講，最長嘅行山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係麥理浩徑，但係如果以分段來講，最長同最短嘅分段又係邊一段呢？最長嘅分段就係麥理浩徑第10段，即係由田夫仔至屯門呢一段，長度咧就係15.6公里嘅。最短嘅分段係鳳凰徑第1段梅窩至南山，又或者第6段萬丈埔至大澳，佢哋嘅長度咧都係各自係2.5公里嘅。最長嘅郊遊徑，相信大部分人都認為係芝麻灣郊遊徑，係冇錯，以前嚟講就係，因為佢個長度咧係去到18.5公里嘅。但係近年為咗同越野單車徑分開，所以咧就進行咗路線重組嘅。郊遊徑嘅方向咧由以往逆時針方向而改為順時針方向行嘅。另外亦都省略咗十朗水塘東面嘅路段，所以啦總長度已經減少至12.5公里嘅。咁而家最長嘅郊遊徑咧就由船灣淡水湖郊遊徑去取代啦，長度就係15.5公里嘅。最短嘅郊遊徑呢個咧就係位於西貢嘅北潭郊遊徑啦，長度咧只係得1.8公里嘅啫。上落差最大嘅長途遠足徑都唔使多講啦，一定係麥理浩徑。上坡同下坡嘅高度咧都係7300米嘅。上落差最少嘅長途遠足徑係港島徑，上坡同下坡高度咧就係3600米同埋4000米嘅。上落差最大嘅郊遊徑，佢就係船灣淡水湖郊遊徑啦。上坡同下坡嘅高度咧就係980米同埋1100米嘅。上落差最少嘅郊遊徑係北潭郊遊徑，上坡同下坡嘅高度咧就係50米同埋160米。最急登嘅郊遊徑係黃龍坑郊遊徑，喺短短2.3公里咧就需要爬升650米左右嘅。標距處，相信咧標距處係大家經常見到嘅行山徑設施之一。標距處喺1994年底咧率先喺麥理浩徑樹立使用嘅。
目的咧就係讓行山人士當遇有緊急事故嘅時候咧，可以利用有關嘅編號咧，講清楚正確嘅位置，以便加快救援同埋搜索行動嘅。4條長途遠足徑同埋36條郊遊徑咧，都設有標距柱嘅。根據漁護署公開嘅資料，總數咧大約有940支標距柱嘅。一般而言，每2支標距柱之間嘅距離咧，大約係500米嘅。咁所以你可以簡單計一計數啦，就會知道自己由起點計究竟行咗幾多個公里，又或者距離個終點大概仲有幾遠。認識標距柱嘅資訊，4條長途遠足徑咧同埋郊遊徑咧都有唔同嘅代表圖像嘅，相信大家都應該唔陌生嘅。另外咧，亦都以唔同嘅英文標號同埋數字號碼咧以作適應嘅。例如麥理浩徑咧個字母就係 M 啦，衛奕信徑就係 W， 鳳凰徑就係 L， 港島徑就係 H， 而郊遊徑咧就係 C。咁究竟點樣去了解標距柱嘅資訊呢？我哋可以睇下以下2個例子。第一個例子你見到 M001， 咁 M 咧就係指麥理浩徑啦，而001咧就係標距柱個編號。另一個例子見到 C1101 嘅，咁 C 咧就係指郊遊徑啦。至於1101當中嘅11咧就係郊遊徑編號。咁11號咧就係南大嶼郊遊徑嘅，而01咧就係標距柱個編號啦。咁另外下低一組數字啦 ，HE072643 呢個咧就係一個網格坐標嚟嘅。咁喺一般地圖又或者政府嗰個地理資訊地圖咧都可以查到呢個位置嘅。唔講唔知，昂坪360救援徑咧係香港唯一設有標距柱，但係唔設有2位郊遊徑編號嘅郊遊徑嚟嘅。因為由於呢個郊遊徑咧係由私人機構興建同埋維護嘅，雖然佢都有字母 C 為首嘅標距柱，但係咧就冇郊遊徑編號噶啦。而標距柱嘅序號就由 C00 順序增加到 C30 嘅。標距柱嘅演變，標距柱經歷咗多年嘅改進，不論外貌或者所顯示嘅資訊呢，亦都大不相同嘅。由最早期石造嘅標距柱，再有木造又或者不鏽鋼造，到咗而家最普遍嘅咖啡色金屬柱嘅設計，外貌上呢亦都不斷改變嘅。早期嘅標距柱所提供嘅資訊呢，就比較簡單直接，之後呢就增加咗唔同嘅資訊啦。標高處，標高處正式嘅名稱呢，就係三角測量站，係地政總署喺香港山頭高地設立嘅實體測量點。由於通常設置喺視野開闊嘅最高點，亦都被行山人士視為 Q 標嘅象徵同埋熱門嘅打卡熱點嘅。我另有一條片呢，就更加詳細介紹標高處嘅資訊嘅，大家有興趣呢，就可以去睇一睇嘅。地圖牌，漁護署咧喺重要嘅路口、郊野公園入口，又或者燒烤場地等咧，都有樹立地圖牌嘅。而地圖牌通常咧就包括以下關鍵資訊嘅：身處位置與坐標，就會標示閣下在此，同埋對應嘅網格坐標，方便緊急救援或者自我定位嘅。路徑詳情，包括路徑嘅長度啊、高度變化、預計完成時間或者難度級別。設施資訊，標示沿途嘅標距處、洗手間、涼亭、野餐區、觀景點或者水源位置等等。解說內容，部分嘅牌咧都會加入當地嘅自然生態、地質特色或者文化遺跡嘅介紹資料嘅。加水站，漁護署喺2019年開始咧喺郊野公園或者某一啲行山徑位置咧都設置咗加水站嘅。市民咧可以自攜水樽到加水站咧就補給飲用水嘅。咁既可以減少使用膠樽啦，亦都可以預防大家行山遠足時咧就唔夠水飲嘅。截至現在咧，總共咧已經設有37個加水站嘅。除咗以下7個靠近行山徑之外咧，其他咧都係喺燒烤場地附近嘅，未必配合到大部分嘅行山徑嘅。所以大家行山時候咧都要習慣自己帶備足夠飲用水啦，亦都唔好太過依賴呢啲加水站。山火瞭望台。根據漁護署嘅資料，喺唔同郊野公園內嘅山頂，共設置有11個山火瞭望台嘅。每年9月咧，去到第2年4月咧，就會定為山火季節嘅。漁護署咧就會按天氣情況，就派員24小時駐守喺唔同嘅山火瞭望台。而家咧就會更加使用智能嘅山火監測器偵測山火，
當個監測器發現有山火後呢，會即時向山火控制中心發出警報，並會透過電腦呢傳送實時影像同埋山火位置嘅。咁山火控制中心呢就會迅速反應同埋部署啦，更有效地執行滅火行動，減低山火對環境嘅破壞。雷達站及導航站，當你行山時候呢，到達某啲山頂呢都可以睇見一啲白色嘅波波嘅，呢啲球形嘅建築物呢，就係雷達站或者導航站啦。根據天文台嘅資料呢，目前天文台呢全港總共有以下5個雷達站嘅，而大帽山同埋大老山天氣雷達呢，主要係用於監測惡劣天氣嘅，例如熱帶氣旋、暴雨或者強風等等嘅。而大欖涌、大欖角或者小蠔灣雷達站呢，就係用嚟探測機場附近空域嘅風切變。民航處雷達站，或者有人會疑惑點解會冇咗港島柏架山又或者九龍北架山嘅白色波波嘅呢？其實呢，嗰啲就唔係天文台個雷達站嚟嘅，而係民航處嘅雷達站。現時呢，就設置喺大帽山、沙洲、柏架山同埋北架山嘅山頂嘅。民航處障礙物燈標，民航處咧就喺唔同嘅山頭咧，總共設有9座障礙物燈標嘅，咁就提醒夜航嘅飛機機師咧，就附近就會有高山嘅。一般嚟講，呢啲障礙物咧就唔係發射站，亦都冇導航功能，通常咧只係會發出紅色嘅閃光嘅，唔會發出電波。9座障礙物燈標咧就分別坐落喺青山、花瓶頂、石龍拱、淘坑洞、青衣三支鄉、九徑山、掃管笏山同埋大斜洞嘅。麥景陶碉堡，麥景陶碉堡咧就喺1949年至1953年間興建嘅香港警察隊警崗嚟嘅，總共有7座，分別咧就位於香港邊境禁區內嘅多座山頭上嘅，係屬於英屬香港時期，用嚟監察中國解放軍同埋深圳河邊界對外嘅形勢嘅。已經就被列為2級歷史建築啦。好啦，呢條片就到呢度為止。關於行山會見到一啲古舊遺跡同埋歷史，我會再喺下一條片同大家分享噶啦。希望大家繼續捧場啦。我哋下一條影片見啦，拜拜。